歌是常常咱咧聚会上尾，牧师甲咱祝祷以后，咱来唱即首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伊是要引出你，要改造你的神，伊要温柔来引出你。伊是恩典的神，伊要来帮助你。伊是互咱伫服侍中间会使成长的神，所以咱要来敬拜伊。过来，咱要来唱圣诗185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咱来唱第1节甲第4节。第1节甲第4节。好，咱来唱第1节。咱的软弱，担当咱的病痛，伊使咱永远丰盛的活命。感谢主，这是咱过来唱圣诗第三首。阿伯兰的上帝，这首诗歌咱较无熟，所以咱要唱第1节到第4节。好，咱来唱第1节，咱就无前奏啦，吼。好，咱就开始啊，哈。Yeah.
无可能伫遮带领大家来练诗的，因为我昨仔中昼的时阵，我食一个鲑鱼，搁要一支1.5公分的鱼翅，卡伫我的脑后。啊，我就甲上帝讲，啊是安怎？啊，我边仔拢无人，我就甲上帝讲，啊无不要紧啦，我今仔日爱领诗吼，所以我就先去准备领诗。我就为头拄仔第390首唱到第3首，唱完以后，我就突然间感觉怪怪，我就去迄个浴室啊吼，啊上帝就喊我往前安尼咔，迄个鱼翅就落出来，嘿，啊我就哇，原来是我祈祷，因为最后我有饲我的这地方开始唱歌祈祷安尼。吼，上帝是医治的神，上帝也是帮助你的神。感谢主，咱即摆来到三角斗阵来祈祷。亲爱的耶和华上帝，感谢主，主啊，你今仔日你的阳光要充满这个圣殿，你要感冒咱黄牧师的喙。主啊，你是帮助阮的主，主啊，哈利路亚，你是奇妙的主，主啊，你也是医治我的主，你也是帮助阮的主。阮要学乐你，直到永远永远。求你甲阮同在，今仔日敬拜归荣光给你，安尼祈祷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马请来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上主啊，你所做的一切要感谢你，你圣的子民嘛要称赞你，因要讲起你国度的荣光，谈论你的大权能，通互世间人在你大权能的作为，在你国度的威严甲荣光，你的国度永远存在，你即掌的权柄线到万代。上主一切的应允信实可靠，伊要听惜伊所做的一切。即马请咱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85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时间过甲足紧嘞，即马已经是2月啊，足紧就要旧历过年啊。感谢你，过去的1年中甲阮同在，无论外在的环境安怎变化，你的恩典毋捌减少。主啊，假使讲过去，阮有得罪着别人，做毋对代志，阮毋知影的，请你赦免。你是阮的至好朋友，阮内心会重担罪过烦恼，拢会当对你讲，因为你甘愿替阮担当，互阮得到安慰，嘛得到透望。风影来的时，你正做阮稳当的倚靠，互阮心灵得到平安。主，愿恳求你保守公园教会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有新的愿望。过年期间交通拢会当顺利出入，拢有你的保守。行伫路途有你的恩典做伙。愿你的平安充满着公园教会每一个所在，伫新的一年继续带领大家向前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咱三角来交读启应文第23篇，也就是诗篇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
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就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诚心结做礼服敬拜上主，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建国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要来啊！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接线，请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伫圣经创世纪22章第1节到18节。迄个代志了后，上帝考验亚伯拉罕，叫伊讲：亚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上帝讲：你带你独一的囝，你所疼的以撒，去摩利亚地区，伫我要指示你的一座山，将伊献做烧化祭。隔日透早，亚伯拉罕甲女仔目光带2个仆人，甲伊的囝以撒，甲烧化祭要用的柴破好势，出发去上帝指示伊的所在。到第3日，亚伯拉罕夜头看到远远迄个所在，亚伯拉罕对伊的仆人讲：恁甲女仔踮伫遮听候，我甲我的囝去遐敬拜，后来会转来恁遮。亚伯拉罕将烧化祭的柴甲伊的囝以撒排，家己手提刀甲火种，然后2个人做伙去。以撒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讲：阿爸，伊讲：我的囝，我伫遮。以撒讲：火种甲柴咱拢有啊，毋过献烧化祭羊仔伫倒位咧？亚伯拉罕讲：我的囝，上帝为家己准备烧化祭的羊仔。2个人就搁做伙行，因到上帝指示伊的所在，亚伯拉罕伫遐起价祭坛，将柴摆伫祭坛顶，伊甲伊的囝以撒绑地，下伫祭坛迄个柴的顶面。亚伯拉罕就甲刀举起来，要杀伊的囝。上帝使者对天顶叫伊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伊应讲：我伫遮。使者讲：毋通下手，毋通伤害即个囡仔。但我知你敬畏上帝，袂将你独一的囝留地，毋互我。亚伯拉罕夜头看到后面有一只羊羔，卡伫规坡的树啊。亚伯拉罕就甲迄只羊羔掠来，带退伊的囝献做烧化祭。亚伯拉罕互迄个所在号名叫上主以勒。到今仔日，人也伫讲。伫上主的山，伊会看过。上主的使者第2遍对天顶叫亚伯拉罕讲：上主讲，你已经做即个代志，无留你独一的囝，毋互我，所以我立誓，我已经要加倍赐福你，互你的子孙人也加添真多，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你的后代要占领对敌的城。地就万国要对你的后代得到福气，因为你听叹我的话。
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又搁安尼行的人。赞美圣歌队，今仔日要赞美的是叫试我祈祷。牧师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上帝命定的人生第3讲，迈向信心的高峰。姊妹平安。今仔日咱要继续来讲起亚伯拉罕，上帝为伊所命定的一个人生。他这个有看得到吗？亚伯拉罕是咱信心的老爸，所以咱学习伊的信心。信心的老爸，毋但是讲起伊互上帝呼召，然后回应上帝呼召，离开伊的本地、伊的本族、伊的亲族，甲爸家。有时咱感觉咱受警调。咱真做上帝的囝儿百姓，咱嘛是离开咱原来的生活的一个光景。在这个所在，当咱来探索亚伯拉罕信心的时阵，若是讲到咱受警调，真做上帝的百姓，然后永远我的愿望，咱是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信心，伫今日咱要所讲起的所在，亚伯拉罕伊的信心达到上界高峰。亚伯拉罕因领受上帝呼召，来离开伊的故乡、伊的亲族、爸家。伫第一讲中间，咱来讲起亚伯拉罕有软弱，甲伊失败。这中间又行错路，伊捌伫赫兰停留落来，
就那亲像咱伫咱的信仰的路程中间，嘛常常安尼起步了，就停落来，停止。留伫咱家己本身的安乐窝内面，也是有当时咱拄着真大的困难，所以咱就无落去进前，留伫咱迄个真忧伤、痛痛的即个环境内面。有时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嘛行错路，亲像亚伯拉罕进入到埃及迄个所在，咱偏离正路，上帝将咱炸倒来。有时咱也真看轻上帝的应允，对伊的应允无一个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伫以撒以外生一实玛利，伫这中间造成真大一个问题。所以咱也常常用咱家己的方式来取代上帝的应允，用咱家己的想法作为来代替上帝的作为。但是上帝一步一步照伊的信息来引带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心不断扩大。伊的性命不断成熟，然后有分伫上帝对人的计划甲伊目的。所以今日咱要进入到诗篇创世纪22篇，伫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过程。亚伯拉罕创世纪18章的时阵，上帝来到亚伯拉罕迄个所在，来对伊讲到，伊要来毁灭索多玛甲俄摩拉的一个计划，因为因的罪恶非常重大。上帝只所在讲一句话，伊讲咱所要做的代志，减袂使减着亚伯拉罕隐瞒咱所要做的代志呢？咱所要做的代志，应该互咱的朋友，亚伯拉罕知。圣经这是第一遍记载。人伫上帝的主权下面，会当来知影上帝伊的心意甲计划真正无。之前拢是讲到人伫所在敬拜然后去这一段来敬拜上帝，但伫这个所在第一遍来记载上帝亚伯拉罕称做上帝的朋友，咱减无将咱所要做的代志，甲亚伯拉罕讲呢？互亚伯拉罕会当知咱的心，咱的计划。所以这个所在嘛是一个考验。有时咱若知上帝要毁灭这个罪恶的时候，咱感觉讲上帝毁灭罪恶真好啊！这有罪人哦，照因所做的罪恶遐尼大，这应该得到报应。所以上帝，你若当毁灭时，毁灭真侪罪恶，若毁灭一个罪恶的城，因就要搁作乱。哇，这是真好的代志。亚伯拉罕无安尼做，亚伯拉罕为着罪恶。索多玛甲俄摩拉甲上帝讨价还价，伫来理论。为什么讨价还价？彼得后书第3章讲到，人虽然活伫罪恶中间，但是上帝愿意众人拢得着救，无爱一人沉沦。虽然这个人是伫罪恶中间，但是上帝嘛用足一个方式，希望因拢会当得着救。这也是亚伯拉罕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当亚伯拉罕知上帝要毁灭这罪恶的城市的时候，伊甲上帝伫个所在底下讨价还价。上帝啊，50个、40个、30个、20个、10个。地到伫后来，伫这个罪恶的城市内面，罪恶太大，甚至找无到10个义人，找不到10个义人。所以后来，这两个城互上帝毁灭，但这个所在来表明亚伯拉罕，伊愿为着这罪恶的人心忧伤，因为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所在，伊是徛伫上帝甲罪人的中间一个伟大的代祷者，为来祈祷。上帝捌应允亚伯拉罕伊的后裔，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伊要交做侪国的爸，亚伯拉罕相信上帝会应允，所以上帝因为伊的信心称伊做义。但是这个应允以外，这个应允因为安尼亚伯拉罕离开5年，经过25年，这个应允一直拢无应验，拢无实现。25年，25年了后。亚伯拉罕甲撒拉已经非常年老，迄个时阵亚伯拉罕99岁，撒拉89岁。上帝的使者
伊来显现讲，明年你要生一个囝。阿伯拉罕用信心相信上帝应允。你若知影阿伯拉罕伊这段情形，你就知影阿伯拉罕相信这项事是真大一个信心的表现。罗马书第4章讲我这个代志，伊讲阿伯拉罕已经将近100岁，99岁，伊的身躯亲像死人共款。99岁，当然过去人敢若活了较久的感觉。这99岁，然后撒拉伊已经无法度生啊。圣经讲到伊生育的机能已经消失，所以伫这个状况下面，当上帝使者伊来应允讲明年要生一个囝的时阵，哇，迄个撒拉伊就喺度偷笑。啊！已经拢遐尼老，要去生囝吼，然后放生猪吼，那有可怜啊！已经无大，已经无迄个功能啊。但是阿伯拉罕有缘相信上帝，所以罗马书第4章讲到阿伯拉罕的信心有缘无减少。阿伯拉罕相信上帝应允，将来无摇动过，这就是信心。有时咱讲，我相信上帝，我到迄个就变，我着心来相信。啊，后摆的生活安怎生活吼？啊，有信心也无？啊，我相信一遍，我就得到救。哦，那像安尼，只要一次相信，啊就永远得到救，迄个感觉。无呢，圣经内面讲，咱对神到底信，伊就讲咱对神开始，咱的信仰的生涯，咱对神开始，诚做上帝的百姓，但是呢，必须要一直持续这个信心。阿伯拉罕，圣经描写伊的信心就是安尼，25年过了后，伊的信心相信上帝应允必然会成就，伊的信心拢毋捌摇动过，持守伊的信心，这是咱所学习的一个信心。信心是一个信入到你的人生，信入到你的生命内面。持续伫一生中间，持续伫这个信心内面。圣经佫讲，伊的信心愈来愈坚定。上帝因为伊的信心得到荣耀，伊完全相信上帝有能力实现伊所应允的一切。什么叫能力呢？虽然我已经生育功能已经失去，身躯亲像死共款，我依然相信上帝会伫我这个已经死的身躯中间。来完成伊的应允，信心。伫无可能中间，上帝有关会当成新的事，超过人的能力，超过咱天然的困难。所以一年了后，照着上帝所应允的，撒拉90岁生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树。啊！你人90岁，佮生囝，家己感觉哀笑。这嘛是一个欢喜啊！我伫90岁，已经遐尼年老，已经无法度佮生育，竟然会当得一个囝，这个囝是我的喜乐。用欢喜的心来领受上帝应允的成全。创世纪22章。安尼写，这个事了后，上帝要考验阿伯拉罕。现在咱进入到阿伯拉罕伊的信心的程度。阿伯拉罕因为信，已经互上帝称作义，受到呼召回应所回调，来到迦南地，这是信心。伊来到上帝的心意内面，伊有信心，上帝称伊做朋友，表示伊有真一个亲密的关系。有够迄个信心也无有啊，甲上帝有真切的密的关系。伊得到一个名，对阿伯兰称做阿伯拉罕，表示讲伊真正要成做国的爸，所以已经得到一个应允，伫未来身份，伊的后裔要成做国，这是伊的身份。姊妹，如果咱已经得到这种信心，咱已经非常满意。
我已经信主耶稣基督，我已经上帝拣去百姓，我已经得到真大一个福气，我嘛有一个永远的我的愿望，我嘛甲上帝有一个真亲近。上帝互我知伊的心意，然后我会当明白上帝的代志，我会当服侍上帝，做上帝的工。上帝嘛，互我真大一个应允，嘛有要赐我福气，而且已经有一个把握，甚至名拢改过啊。然后这个事了后，上帝要搁进一步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咱信心到什么程度，咱不到真满意，咱一步一步对上帝咧行，咱已经得到上帝真大一个应允。但是这个所在，上帝讲要搁互亚伯拉罕一个终极信心的考验。这个考验要显现上帝对亚伯拉罕对上帝到底伊的顺服、伊的信心到什么种程度？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着带你的独一的囝，你所疼的以撒，去到摩利亚地区，伫我所指示你的一座山，将以撒献做烧化祭。”这意思就是将以撒抬死，烧变做烧化祭。但都实在的话，其实上帝强调亚伯拉罕甲以撒中间非常深的一个亲情的关系。以撒是你的囝，以撒是你独生的囝，意思讲献了都无啊！以撒是你所疼的囝。所以伫所在圣经实在是写了非常非常的好，圣经描写因情感的遐深的一个情感，爸囝之情，这是你独一所疼的囝，但是你爱将伊献予上帝做烧化祭。有人咧讲，奉献是啥物？就咱像咱都安尼来到教会中间，我献1/10，这是非常大一位的一个奉献。伫咱所献中间，咱阁有9%互咱来使用。伫咱奉献中间，咱总是将咱有的，而且有剩的奉献给上帝。上帝顾念咱，咱阁有9%通用。但是甚至连这1/10，咱都是无小可毋甘。所以呢，咱所献的物件，拢袂影响到咱的生活，拢袂影响到咱的心情，咱就欢喜，上帝我都有献安尼。但是有人咧讲，奉献必须要到一个程度，去卡着咱上界宝贝、上界真爱的，这是真正的奉献。就是像这个寡妇献2个铜钱啊同款。最后所讲，人拢是奉献伊所有的、所剩的，但是只有这个妇人人，伊所奉献的2个铜钱，是伊生活必须要的。安尼，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爱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阵，这个是你所疼的，是独一的，是你的珍宝，但是你爱将伊献做烧化祭，这是一个终极的一个考验。咱若是亚伯拉罕的时阵，咱可能会甲上帝讨价还价一个。上帝啊，我著等25年，我著经验到，我已经无生育的能力。你好活一个囝，我相信这是你想事的。伫我到100岁的时候，我得一个囝，我是欢喜甲，我是安尼疼甲。上帝啊！你怎么要将一个厝倒转去？这是开玩笑共款，无恁就莫互我。我所有的感情，我所有的话，我所有人生的重点，拢伫伊身上，结果你要将一个厝倒转去，不然你就不要给我，给了我又要取回去，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试炼吼。上帝咧开玩笑的感觉。亚伯拉罕嘛当甲上帝伫遐所在
甲伊讨价还价一下，上帝啊，你养育我真多最高的爸，我的护的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以撒是关系这个应允，甲上帝你的信息。无以撒就无互下，无以撒，上帝你的应允，甲你的信息就落空。你敢要搁考虑看觅啊？创世记22章这个所在讲到第2节，讲到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以撒。第3节讲到一项，第3节讲到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带2个老仆，准备炉甲烧化解的茶。伫咧所在，这中间无讲起亚伯拉罕甲上帝一个理论，无甲上帝讨价还价。上帝安尼讲，亚伯拉罕马上是执行顺服。因行3天来到摩利亚的一座山，最后这条路程是亚伯拉罕甲以撒因2个爸囝单独做伙行。22章这个所在也记载因2个爸囝亲情的对话。这个所在无论圣经安怎表达，拢一直强调到以撒甲亚伯拉罕的关系，是一个考验。爸囝的感情遐尼好，你敢甘？爸囝的亲情遐尼深，你敢甘？所以圣经记载讲，以撒对伊老爸亚伯拉罕讲：“我的爸啊！”这是一个非常一句话，非常互伊感觉非常忧伤的一句话，因为对今仔日了后。就以撒献做祭了后，就无够囝叫阿爸爸。可能这是最后一句，伊听着以撒所叫的阿爸。亚伯拉罕听着这句话，伊讲：“我的囝，我伫遮。”以撒讲：“看茶甲火拢有，烧化者羊羔伫倒位呢？”亚伯拉罕听了嘛，心用要喙去共款。你就是上帝所备办的羊羔啊！烧化者的羊羔就是你啊！亚伯拉罕对伊回答讲：上帝要备办，家己备办烧化者羊羔。最后咱看圣经知影，亚伯拉罕真正伸手举刀要杀以撒。天使喊话讲：毋通伫即个囡仔身上下手。一点仔拢袂当伤害伊，因为我现在知你真正是要来执行我所命令你的。你无旨意，也无带念你家己所珍惜的以撒，无留互我。这是你的独生的囝，唯一的，这是你的全部，性命的全部。但是你无保留，无留互我。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这项事所有的一种信心的一个学咯，这是你独一的，这是你世上上界珍惜的。你有做这千万只羊牛，你当献互我；你有做这金银财宝，你当献互我。但是这是你独一的、最爱的珍宝，无留。落来无互我，咱就看见上帝阻止了后，伊就看见遐有一只羊羔，然后伊就看迄只羊羔，将伊献做祭。伫个所在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上帝要备办。有时咱捌即句话，是上帝对咱一个真大一个恩典。但是对亚伯拉罕，等于对以撒讲。上帝会备办，因为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等于讲这句话的时阵，咱是讲到一项，上帝透过我来备办以撒。有时咱来感觉我做需要的，希望有一寡人会当了解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安尼会当供应我的需要。
有时咱讲过，咱甲人祈祷的时阵，替即人来祈祷讲，啊，不要紧啦，啊，你好有需要，迄个欠缺，不要紧啦，咱相信上帝，耶和华伊力一定会来帮助你的。咱感觉这样代志，咱替祈祷甲无关系的感觉，敢会安尼？但是你感觉一项，当我对别人来祈祷讲，耶和华伊力的时阵，上帝是要透过我来陪伴，来供应伊的需要。所以当阿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阵，上帝啊，我已经陪伴好势，我就是你所陪伴迄个羊羔，我就是你所陪伴迄个资源，我耶和华伊力这项事是我参与伫耶和华伊力这个作为内面，真做别人的帮衬。所以等于讲啊，耶和华伊力的时阵，咱是讲我知上帝互我陪伴我的囝。以撒加做上帝你的羊羔，小化者阿伯拉罕耶和华伊力，那是伫我的心上来实现。所以有时咱来收到一寡奉献，那这奉献有教会，还是奉献有教会这需要时阵，伫遐奉献地中间会写耶和华伊力，我感觉真好。但我看见教会这需要。但是我就是耶和华伊力，透过我来做出奉献的，所以伫我奉献地中间，我写耶和华伊力，表示讲我这个奉献就是耶和华伊力的实践者。咱有这种的概念咯。有时咱要学习阿伯拉罕的信心，那。到底阿伯拉罕的信心到什么种程度？如果你来感觉讲，上帝要透过阿伯拉罕互的，就是耶稣基督，互我得到救，所以我学习阿伯拉罕的信心，信耶稣基督，我将做上帝的儿百姓，然后我得到救，我永远我的愿望，可能安尼是这是一个非常粗浅。咱要看见阿伯拉罕伊的信心，伊是通过上帝对伊的终极的这种信心的考验，这是伊信心的表现。所以伫这事项中间，咱要看见阿伯拉罕伊的信心，到底伊的信心的内涵是啥物？第一，阿伯拉罕相信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伊迄以撒，阿伯拉罕有绝对的顺服，这是根据伊对上帝完全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记载阿伯拉罕伊的信心，因为信，虽然伊已经甲撒拉已经过生育的年龄，阿伯拉罕也年老，感觉会做老爸，对人来看是安尼，但是伊的信心建立伫应允迄个是。通信的，当然亲像伊相信一支高大的树枝，还佫会当来布神意共款。这是伫自然中间，人的理解中间是无可能发生的完全高大的树枝，会当布神意，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什么人有这种能力？相信上帝有能力。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伊当守护生命，所以伊相信上帝。虽然我已经高大，已经年老，但是我依然相信上帝会守护给我一个囝。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守护生命，生命对伊来。然后有这个信心了后，伊献以撒。以撒11章，希伯来书11章继续讲，阿伯拉罕因为信，上帝考验伊的时阵，伊就将伊独生的囝以撒献上，因为伊相信，透过以撒的互的，这是伊真正互的。伊相信上帝这个应允必然成就，虽然伊信以撒，伊替以撒献以撒。但是，伊的信心乃是表现出，虽然以撒死，上帝依然可以当对视过我。
这是超越人的所有这理性，超越人所有当经验的理解。相信上帝会当互以撒对视过我，这是咱所有信心的一个根源。因为耶稣基督对视过我，这也是所有这信伊的人，特别伫初代信徒中间，12个使徒当主耶稣基督受定十字架了后，然后因非常忧伤，但伊当日经验到主耶稣基督，搁我的主耶稣基督了，伊性命完全改变。甚至愿意奉献出你的性命，所有这12个使徒除了约翰以外，拢顺道。搁我的开力，真做因非常大的开力。搁我一个经验，真做因上界大信心的基础。雅各书第2章，嘛学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将伊的囝以撒献伫祭坛。是因为伊所行信心的行为来称罪伊，献以撒，信心来表明伊的行为来表明伊对上帝的信心，伊的信心因为献以撒来得到完全。讲这句话，咱来明白这句话，伊的信心因为献以撒得到完全。咱现在所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信心，因为迄以撒达到伊信心的高峰，所以上帝给伊更较大的一个应允，更较大的一个祝福。伊讲，因为你献上你所爱的，我要赐我予你，予你的福会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最高的。然后万国要因为你的后代来得到祝福。这个后代。伫罗马书迄个所在所讲的，伫保罗所讲的，这个后代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后代是一个。万族要因为你这个后代来得到祝福，主耶稣就是这个后代。透过献以撒这项事项，表明亚伯拉罕。的信心甲顺服，然后透过这项事来有表上帝甲主耶稣基督，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完成救赎永远的计划。所以有表是安尼，亚伯拉罕献上独生的囝以撒，正做烧化者；上帝嘛献上伊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以撒派着这献祭的茶，前往摩利亚山，咱主耶稣基督嘛派伊的十字架，前往各各他。亚华以勒上帝为着亚伯拉罕备办羊羔做烧化者，主耶稣基督嘛备办咱的主耶上帝嘛备办主耶稣基督，正做赎罪羊羔。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信心的根基。乃是相信上帝，互人会当对视过我。咱每一个人信心的最上界重要根基，嘛是建立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我这项事。圣经讲，上帝无珍惜伊家己的独生囝，将伊献做祭，正做搬过一个羊羔，亲像亚伯拉罕。嘛无珍惜，无保留伊的独生囝以撒，要将伊献做祭。上帝予伊的后代，这位耶稣基督，正做万国的祝福。今日咱正做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互的，那么是学习。亚伯拉罕同款，上帝带领咱一步一步迈向信仰的高峰。上帝是咱的一切，但是上帝是咱的至宝。咱对上帝领受一切，咱来甘心乐意，将咱所领受一切奉献伫上帝的面前，来表明咱绝对的信心，绝对的奉献。这是亚伯拉罕予咱信心的
一个模样。伊是咱的爸，这也是咱每一个人信心的一个考验。上帝考验咱，互咱信心慢慢迈向高峰，亲像阿伯拉罕共款，是不是愿意为着上帝献出一切？伊是咱的至宝，至宝赢过世上一切。三甲来祈祷，主我献上感恩，对着阿伯拉罕的一切信心的路程，你怎样陪伴伊？伊对你有完全的信心，完全的奉献、顺服。主啊，互阮伫信心中间行你所爱阮行的脚迹，伫信心的中间，为你成阮的成做阮的至宝，献上一切无保留。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回应的诗信息第3首阿伯拉的上帝，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马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献会当讲。
起立唱奉献的诗歌。阮同心来祈祷，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阮的能力、财富、快乐，拢是对你来的。阮要倚靠你，跟对你，求你加添阮的信心。阮甘心乐意献上阮的金钱，为圣工所用，来荣耀你的名，愿你干乐。阮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这是报告，请纯美长老。好，这边我用华语接下来进行报告。第一点就是上周有进行主日定期和会顺利召开，决议的事项大家可以参看周报。第二点，教会农历年前已经进行大扫除完毕了哈，非常谢谢参与的兄姐，愿上帝祝福大家手所做的工。第三点，传道组国际赞美操新竹地区2026年的事工计划，大家可以参阅周报上面所记载的。第四点，社教70周年的纪念册已经进行访谈，还有撰稿的编辑事宜。因为初稿要在3月底以前就完成，所以要请大家，就是如果有意要撰写的，或者是要投稿的，请向纯美长老报名，会在另行编印永留篇。第五点。七星中会校园事工部在2月4号到6号在宜兰罗东教会举办卡基玛青年门徒营，赖牧师还有青年一共有6位会前往参加，愿上帝祝福。第六点，这个礼拜六2月7号下午1点半，竹南教会会来本会跟桌球班进行乒乓球的联谊活动，欢迎大家观赛。下个礼拜3 2月11号晚上8点，在7楼会进行月朔的祷告会，邀请大家一同参与。接下来是肢体的消息，袁杏子姐妹在1月21日在埔里的护理之家安息主怀，2月2日上午，在台东市的东海火化场小礼拜告别，还有火化安奉礼拜，黄牧师主领。本会有几位家庭会出席吊唁。第二个是婚讯，曾诚执事还有周恩轩姐妹预计在3月14日礼拜六上午9点半，在公园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要参加的欢迎请到1楼登记，都欢迎，这是教会的喜事。教界的消息，新竹中会社会部228纪念礼拜专讲宣教新方向，教会以及童军活动连结。2月28日礼拜六上午9点到11点半，新竹圣经书院免费参加，欢迎报名。以上，请牧师做补充报告。明仔载要去新竹迄个去台中吼来举行新竹市的这个松树这个礼拜吼伊久长几啊年中间拢住伫埔里基督教病院的护理之家得到真好的照顾咱苏世强长老嘛拢伫安尼真照顾有啥物代志就会甲牧师联络吼伊的2个查某囝拢已经对美国转来吼所以明仔载要举行因为这个空间真小吼所以咱所只有家庭去代表啦吼，这中间差不多
雪茹夫妇啊，原谅长乐夫妇啊，明泰长老夫妇，啊个两个牧师，啊个修密者，安尼就会使吼，安尼啊，这拢是甲信主这因过去咱非常亲密的关系吼，啊，所以为着这代祷，啊，两个祖囝拢已经倒来伫台湾这个所在。后礼拜咱要举行授权的欢送。这是礼拜煞吼，咱华庇班遮的茶点吼，啊，所以咱食饭饱了后，伫一楼遮咱举行欢送吼。伊差不多过年了后，伊就去亚利桑那州吼，台积电带去遐吼，啊，然后个的古等移民伫遐吼，咱已经差不多有3个家庭啦吼，兆南。啊，然后要镇啊，过来这里授权，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移民到国外的所在，然后久长伫遐工作移民吼，啊，恳求上帝来赐福。啊，一楼有咱亚东剧团吼，这义卖吼，所以咱透过这物件啊，采购啊，但支持因的事工吼，因做真切这工啦吼。啊，所以一年敢若演100几场。52个礼拜演100几场，安尼啊，所以一礼拜才演3场啦吼，啊，所以去各教会受邀请去遐演剧，啊，然后做一寡福音的工作，啊，所以咱支持耶稣工吼，请咱大家来吟唱颂荣，先知390首吟诗线，请吴牧师祝祷，请起立来吟。原来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听谈圣神的相通，享受平安、喜乐、信心，甲咱正人3个对待，对大家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